行駛500米之後轉左，轉左，然後轉右，轉右，然後轉右。200米後轉左。終點附近有50米小路，秋名山車神，開慢1點。即將轉左，然後100米向左前方行駛。轉左，然後100米向左前方行駛。轉左，前面紅綠燈路口直行，100米後向左前方行駛。直行，然後走最左車道。直行，然後50米向左前方行駛。向左前方行駛。